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对，鸟车头家的肉丸请打。来吃肉丸咯！好吃的肉丸又搁来呀！嘿嘿，这摆我塞车4架去买肉丸，我动心料理救援队找着我。头家一份肉丸，好，盐水甲咸卖无？卖咸就好。这摆肉丸若食到到底，规暝困袂去。若搁有音乐，会当小3暝3日拢免困。来，你的肉丸。来吃肉丸哦，清汤金汤海哦。那充电同款精神10足，快乐10足！外口迄叫，哪发生代志？我闻到因无气味，因出来看麦。因敢若足强呢？你看，因就先食饱完了，才变安尼呢。这肉丸看起来特别 Q， 应该有掺什么奇怪的物件。我拄则问过路人，因讲有一台卖宵夜的发财啊，音乐放甲足大声的。敢讲是鸟车头家的阴谋？袂当互车担，佮4架拍走，爱赶紧联络暗公交校长。料理救援队的队员大家好。啊，是校长。我透过车搭放送的音乐，知影鸟车的位置啊，该步步去着。对家去就对啊。行。鸟车头家，无打卖走。阿公，紧摕暗公交校长的神奇识谱出来，利用料理来控制人。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这咯，好食的料理有香肉的色气，好片的芳气，炸脆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好，这啥？伫料理内底黑白掺物件是无良心的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我看无啊，脚底抹油，紧酸口呀。鸟车头家的能力无去啊！阿雪甲吹好的肉丸分予受害的人食，互因豆豆啊恢复元气。好食的料理是会当互人有幸福的滋味哦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3集，有小介绍肉丸，这碗就是阿光上爱食的肉丸。足香的吼！小等下才食，咱先来讲讲相关的意思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发财啊！1968年代，三洋和日本放大合作生产的货车，迄时三洋的头家甲这款车型的货车号名叫发财。自迄时开始，类似车型的货车就拢叫做发财啊，互你四界做生意通发财啦！清汤啉烫海，清汤就是汤内底无料通食。有的店头，人客若是叫大面、饭类，
头家会提供有放葱仔煮的清汤，予人客。啉烫海就是毋免搁纳钱，随在你啉甲倒开的意思。来，阿公，互你啉烫海。啊，袂输咧灌豆糕咧。嬉戏叫，嬉戏叫，人咧吵吵闹闹的声音。足痛，足痛，形容人足欢喜的，像讲带囡仔去公园，酸甲足痛的。Q，讲食米食起来柔软，阁有黏性。比如讲麻糍爱 Q 才会好食。北部的肉圆是用煎的，南部的肉圆是用吹。你敢拢有食过？你喜欢食倒一种呢？一边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使发财啊四界化卖肉圆，佮用免费啉烫海的清汤吸引人客交关，互人食了，却变甲足激动，无法度控制。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佮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！有阿公领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无好食的肉圆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